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山道旅人。深圳羅湖佳寧拿廣場因為交通方便，好多人都中意去。今集嚟到呢一間泰式按摩店，有古法按摩、SPA 同埋頭療，到去嘅裝修都唔錯。喺繁忙嘅生活節奏入邊得到寧靜。呢集首先會講咗有咩服務，睇室內環境同埋師傅手勢，最後講埋交通方法。我哋依家出發啦！我哋呢邊呢係做泰式按摩嘅，有泰式按摩呀，有做頭療啊，有做facial呢些都有嘅。呢個價目標呢就係做身體嘅，有做按摩同埋做 SPA 推油。最多下做係呢兩個，一個呢係泰式普拉提拉伸120分鐘398，一個呢係 SPA 推油，有草油球啊、能量石啊，都係82分鐘398，價錢呢係一樣嘅。而店入邊有做頭療、facial、按腳、彩意、泰式古法按摩，聽落有啲神秘，其實係乜嘢嚟呢？就係利用熱敷嘅方法，通過拍、碌、按、壓同埋穴位嘅滲入，人體吸收，加速血液循環，減少腿部浮腫，舒緩肩頸膊痛、關節酸痛同埋風濕。室內環境令人舒服，到處都見到泰國風慢慢滲出。睇埋房間環境，雙人泰式按摩房，升起木地板，鋪咗2張床。無論你係一個人嚟定係4個朋友一齊嚟，呢度都照顧得到。房內外點咗香薰，令人感覺好鎮靜。入邊有植物，燈光經過悉心編排。頭療房係雙人設置，而頭療盤嘅燈光會變色。仲有個化妝台可以放低自己嘅小物件，有足療椅，前邊有個熒幕，可以一邊按腳一邊睇電影。有淋浴設施、洗髮水、沐浴液、鏡櫃都幾新淨。做完按摩沖埋涼先走。呢度用嘅毛巾同埋衣服都係消毒過，並且重新包裝，麻質嘅按摩衣服比較舒服。小姐你好，今日好高興為你服務吓，而家幫你做專有泰式 SPA， 但係你上嚟你要同我講吓。呢度嘅師傅做咗好多年，所以對人身體非常之熟悉，手法純熟。同時每個人嘅狀況都唔一樣，師傅都會同客人溝通，達至良好嘅按摩效果。先幫你推咗呢2條膀胱經絡吓，呢度係2條最大嘅排毒經絡。你骨火好重喎，你呢一排瞓得係咪唔好啊？一路按嗰陣時，有師傅就會睇到咩狀況啦。你睇而家呢有啲紅啊，遲啲就推咗有沙啦，係紅色嘅，佢就係骨火重嗰啲咯，即係夜晚瞓得唔係幾好啊。咁如果要推咗嗰啲黑黑地嘅，繼續塞氣。通常呢啲紅色係幾耐先可以散到嘅咧？可能幾個鐘就散得到噶啦。哦，咁快嘅？係啊，手推咧就快啲。如果刮痧嗰啲咧，快嘅人咧2-3日，慢啲人咧就4-5日，多數都有啦，90%以上都有。因為嗰啲人睇手機啊、捱夜啊、食宵夜啊、飲啤酒啊，夏天嗰啲嘢多數都有啦。係。瞓得唔好咧，都係通病嚟噶啦，而家。係啊係，個個都唔捨得瞓啊。係啊。或者工作啊，或者學業嘅問題，都好夜先瞓得到。所以話而家呢啲又多啲上嚟做下嗰啲 SPA，推下嗰啲油，放鬆下嗰啲肌肉啊、經絡啊嗰啲都要上嚟嘅。通常幾耐做一次比較好啲咧？如果你時間可以嘅話咧，你可以1個星期嚟1次嘅。如果真係你忙得滯咧，最少1個月要嚟2次。係啊，半個月1次係要嘅。按完背部嘅經絡，跟住上到去頸同埋膊頭，按摩就好啱成日對住手機或者坐喺辦公室對住電腦嘅人士啦。呢啲位咧就係慢慢幫你做鬆下嗰啲，因為嗰度有咩風池啊、風符啊呢2個穴位，做通石腳頸咧對瞓覺啊、休息啊都有幫助嘅。原來古法泰式按摩對坐骨神經痛都有幫助噶。我有個上司，其實有一日咧起身嗰時起唔到身，係因為佢之後睇醫生話我坐骨神經痛。泰式嚟講，有冇方法可以幫佢舒緩一下呢啲嘢？可以嘅，你下次咧就可以做下我覺得呢度嗰啲熱石同埋嗰啲草布嗰啲，
佢係通過嗰啲艾嗰啲礦石幫助你舒緩嗰啲腰椎穴位，血液循環好咧，去濕去寒咧，係有好大幫助嘅。呢個係泰國進口嘅草藥球，師傅整熱咗就喺背部打圈按摩，加速血液循環，而草藥嘅療效亦都直滲入肌膚底層。熱力嘅效用令到背脊一路變紅，跟住師傅就用能量石排喺督脈度，整熱咗嘅石頭要用毛巾墊住。住喺香港呢一類嘅沿岸城市，有幾濕幾熱，大家都好清楚。能量石嘅作用，將身體嘅寒氣、濕氣、毒素、火同埋濕熱通通排出嚟，效果就係平日精神啲，夜晚就瞓得好啲。到咗咁上下，拎開毛巾就能量石直接喺身體背脊度摩擦，同時按埋大腿，令到腳跟放鬆。我哋呢度咧，全部係泰式同埋精油錫克為主，所以選擇泰式多嘅人咧，都係想拉下筋、舒下嗰啲手手腳腳嗰啲咯。如果你做精油錫克咧，佢都係可以嗰啲幫助你疏通嗰啲經絡穴位嗰啲嘅。我係最中意做泰式，跟住會做埋大腿同埋小腿按摩，一啲拉筋動作令到身體柔軟度增加，仲有鬆下左右兩邊。師傅係會按住每個人嘅情況嚟旋轉，所以亦都可以好放心。用腳部大面積將背部放鬆再放鬆，拉背動作連呢位朋友都覺得好舒服啊！師傅受過專業培訓，有豐富嘅經驗，所以佢哋按摩時咧係有次序有系統嘅。做頭療啦，師傅首先會按摩下頭肉，睇下手勢幾順滑，好似咧逐條頭髮咁樣呵護，清潔下頭皮同埋頭髮，令到療程更加見效。今日做完一輪清潔之後呢，就正式開始頭療啦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盤入邊嘅水係啡色呢？冇錯啦，呢啲係中藥嚟嘅，其實係艾草包浸出嚟嘅中藥水。啲中藥水就會經過金色圈噴落個頭度，同時用把梳疏通頭部經絡，加強療效。嗰個頭圈呢，仲會噴埋頸嘅，咁啊相當之舒服噶。頭部就會做埋蒸氣浴，笠上呢個罩呢之後，就會有啲蒸氣喺側邊走出嚟嘅，令到頭部頭肉嘅血液循環，刺激頭髮生長。全程係60分鐘頭療項目，個頭即係感受到好暖，加埋中藥水嘅雙管齊下，有種治癒嘅感覺。同時師傅會按摩手臂，舒展一下，減少積聚肌肉嘅乳酸，達至輕鬆嘅效果。最後講埋交通方法，我哋喺羅湖口岸出關，出咗關之後直行，嚟到香格里拉大酒店就轉右，前邊有個十字路口，跟住轉左過對面馬路，見到人民南站 C 出口，斜對面就係佳寧拿廣場啦。呢個係佳寧拿廣場商場嘅正門，我哋就喺右手邊行過去。入到 C 座嘅電梯大堂，上7樓，一出到去就會見到呢間 SPA 嘅招牌㗎啦。我就最中意佢哋嘅環境，入到嚟好似進入一種精神世界。睇呢條片嘅朋友仲有額外送單獨項目，向職員出示呢條片，佢哋就會安排㗎啦。我哋將預約微信放喺度俾大家參考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